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总统大选拄煞过，中国就随出后报啊。咱太平洋的友邦陆路今仔日雄雄宣布限咱断交，转向中国迄边。咱外交部表示，中国为旧年开始就用钱咧甲陆路拐啊，陆路也捌甲咱讨钱，想要比看咱和中国相出的钱去较济。咱外交部是谴责中国挑工伫大选结束时变鬼，笑想要打击台湾民主。Andai tahu ada kewan, ia biar orang walk. Akan buat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. 南太平洋友邦诺鲁总统亚定15雄雄伫政府官方面册发表全国演讲，宣布甲台湾断交，佮承认中国。诺鲁政府的声明讲，为着人民上界大的利益，根据联合国第2558号决议，转向一中原则，寻求甲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，无要佮承认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国家。咱外交部嘛随召开记者会，宣布停止甲诺鲁的邦交。基于维护国家的尊严，即日起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。我必须说来得很突然，我接到的讯息是这样的：11点45分，他在那边不见我们党，表示他已经心意已定。外交部表示，诺鲁是雄雄甲咱国断交，按过嘛公开，去年中国都积极接触诺鲁政要，以经济援助有关诺鲁转向。新总统亚定10月上任了后，咱方积极接洽双边各项合作计划。不过诺鲁刷向咱讨真济金额，佮甲台湾甲中国的方案提来比价。这个金额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对邦交国所能提出的，再次证明中国在打压我们，利用金钱外交无所不用其极，他就是放了很多钱进去。对诺鲁的做法，中国外交部虽表示俄罗也欢迎复交。咱外交部谴责中国故意选伫咱大选了后夺取邦交国，是想要打击台湾民主的报复行为。人当地友邦瓜地喇嘛出差的部长吴钊燮，第一时间嘛知影这个邦交变化。即马咱国剩12个邦交国，外交部坦白讲，中国也是持续用各种手段打击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，强调会密切注意相关的政策发展。总统府表示，对诺鲁做出错误的决定表达强烈的遗憾，并批评北京当局伫选后进行外交打压，是对国际稳定秩序的公然挑战，无度改变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涵盖的事实。教育部指出，目前有52个诺鲁学生伫台湾读册，其中30人有领台湾奖学金，是不是继续发尊重外交部的决定？我会请相关学校加强对学生囡仔的关怀甲辅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